OK 啊，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70 FM 96.1啊，我们马上就会有专访，关于数理152的 Supporting House CCH 項目啊。歡迎大家收聽專題熱線喺直播室專題熱線1號嘅，因為我旁邊有 Cyrus 嘅 Cyrus 你好啊，係各位聽眾大家好啊。講個題外話啊，頭先我哋嗰個剛才好多廣告終於過了，現在開始訪談，大家可以打電話進來。多謝認真，因為5點鐘嘅時候，好多時咧我哋都係一日又放工啦，係咪啊？成日都好緊張、好 tense 咁咧，咁我覺得呢個都幾好。我對呢個細節我冇留意到。係啱啱我今日可能早咗少少翻嚟啦，咁跟住之後就同阿 Sarah 喺度傾偈，咁跟住聽到個 intro， 哇！嗰下最尾嗰下唔錯，係幾 relax 嘅呢個係啊，話俾你聽，收工啦已經係啦 ，yeah 咁啊係啊。anyway 有翻正題啦嚇，咁今日咧我啊想講關於件事件咧，就係呢個 Surrey 嘅。咁咧我哋可能我哋台咧都好多時都比較少會即係 cover Surrey 嗰邊嘅嘢啦。咁一來即係都唔係唔會嘅，即係好多時之前我同阿羅警官啦，即係 Gary 有講關於有某一啲罪案啊，或者有啲事情啊，又或者有啲呢啲 multicultural 嘅嘢啊，嗰啲都會講嘅，但係就真係比較少啲。我哋講嚟講去都係 City of Vancouver 啊、Richmond、Burnaby 居多。係啦，咁今日咁啱正好咧，就有單新聞咧，星島都有報嘅，咁就係講咧話咧呢一個個標題就係列治文模式喺素里重演，咁啊素里咧要建呢個支援房屋咧，居民就強烈反對咁樣，咁咧複述一下大概啦，就呢個菲沙衛生局啊、卑詩省房屋局啊，即係 BC Housing 啊，即係我哋省政府噶啦 ，OK， 咁就同呢個素里市政府咧正喺度合作緊一項項目。咁啊計劃咧，佢就會一部分嘅社區咧就建造咧590套住房同埋庇護所。咁其中咧有290套咧係會被選擇於咧喺 Surrey 嘅南市區嗰度嘅，包括呢有200套嘅 economic 嘅 rental 啦。OK， 現在主持人正在介紹這個項目的情況，然後因為講的全是粵語，然後我看了一下這個字幕呢，大家不一定能看清楚，反正就是講這個260套房屋，其中有20套、40套是 CCH。人一聽到呢依家咧，就尤其是華人啦，就會一聽到咧就會覺得，咦，又係支援性房屋咁有理噶嘛？係啦，即係我就會咁嘅，好多時咧真係要睇細節啦 ，devil is in the details，OK。咁我覺得支援性房屋咧，我係支持嘅 ，OK。但係我點解次次好似我第一講呢個 topic 咧，大家都會覺得好似我有少少反對啊，或者係批評咧嘅原因係因為嗰個執行嗰方面啦，第一啦 ，OK。同埋第二就係咧，我會覺得即係佢哋嗰個，不論你話諮詢又好，各方面嘅嘢又好咧，都係即係錯漏百出，同埋詞不達意。好多時究竟你係真係喺度想點樣講咧？叫做係 propose 一樣嘢，然後到最尾內裏會做第二樣嘢，係故意啊？定因為你嘅不當處理而令到本來你想去 A direction 嘅，但係結果咧件事就會飄咗去 B 嗰度。用廣東話，究竟你係掛羊頭賣狗肉啊，定係你嗰個工作能力、執行能力或者管理能力唔得，最後就搞到一鑊粥咁樣咧？就變咗係啦，變咗樣啦咁樣。咁我亦都講一講今次呢件事，大家聽到housing 咁樣，即係。當然唔係下下都會去到類似有毒品啊嗰啲咁嘅嘢嗰度啦。咁但係咧，我就想好簡約咁咧，即係講一講究竟件事係點樣嚇，跟住之後咧就同大家探討下。咁亦都如果大家有任何即係資訊關於呢方面嘅嘢咧，我都知道可能有數理嘅聽眾會聽到啦，或者居民啦，或者本身列治文嘅居民，任何人有咩意見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604-271-1470。604-271-1470啊！咁頭先我都講到啦，電話是604-271-1470，大家都可以打進來。點解人反對咧？咁樣咁嗰個理由啊，好多時有幾個理由嘅，就係佢規劃選址嗰個購物中心、圖書館、公園咧係公共設施，佢話擔心咧呢個會憂慮呢個安全嘅問題啦。咁同埋居民亦都指出咧，呢個綜合護理啊，呢個詞同埋 categorization 啊，即係呢個分類啊，就本身令人擔憂嘅。特別係咧混合咗啲有成癮或者高需求者一般嘅支援房屋住戶。咁咧當地咧暫時素里嗰邊咧已經有7000人咧透過呢個請願啊，
或者係各方面嘅嘢咧，對呢個議案咧表達反對㗎啦。咁當然亦都有支持嘅聲音啦。報道中亦都有啲居民咧即係支持提案，佢哋認為呢個住房優先係必要嘅，亦都希望省同市咧可以提供更多透明嘅數據咁樣。咁 Cyrus 啊，嗱呢個好概括啦，有啲乜嘢 detail 咧係我哋可以同聽眾即係講講，就係關於喂究竟咩一回事咧咁樣。其實咧，今次都即係我坦白講，你話 details 我就唔覺得，即係我頭先都用咗15分鐘嘅時間咧睇 Surrey 嘅 City Hall 嗰個網站啦。其實咧，我即係好坦白講咧，佢係冇乜好具體嘅資料係俾到人哋嘅。即係佢講嚟講去都講啊，我哋有需求要起呢啲屋。咁但係我覺得有幾樣嘢，點解啲居民會咁反對咧？第一，即係我講呢個 history 嘅問題。係你話啲 supportive 嘅 housing 呢啲住房，好似 Abbotsford 咁樣，曾經試過佢話起出嚟係俾 elderly 嘅，最後住出嚟唔係 elderly 嘅。咁大家已經好擔心啦，因為其實坦白講，你係代表一個政府已經誠信破產㗎啦。咁你之後起乜啲人都唔會信你。第二，我覺得有好多居民而家就喺度質疑緊呢個諮詢咧係咪有問題，即係包括好多人話原來出啲問卷係冇得反對。係啊，我你要講講啊！我頭先我特登留翻俾你講㗎。好經典係點嘅？係啦，即係佢淨係得贊成或者俾其他意見，你冇得反對啊，或者各樣嘢。我發現唔係 Surrey 一個 City Hall 有咁樣做嘅，但係我覺得贊成反對其他意見，你咪 open 俾大家咯。咁同埋佢啲諮詢會啊，各樣嘢都係比較閉門啊，唔係好 open 啊。我覺得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我覺得唔知點解加拿大而家要做咁多呢啲咁嘅嘢。呢樣嘢我都留咗。之前我哋傾咧呢個話題傾得太多。佢有冇講過話係咪都係揾翻同一個 NGO 管理啊？佢個 paper 上面係冇寫嘅。係啦，但係咧佢又列咧有好多唔同嘅例子。我又見到某幾間真係我坦白講，即係講到好臭朵嘅 NGO。咁我真係見到我都驚。係啊。即係大家咧要知道咧，就係咧，其實過往啊喺我哋網絡啊或者各樣嘢未咁發達嘅年代咧，NGO 個 branding 係做得唔錯嘅，即係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但係好多時咧，我話俾你聽，啲最差嘅嘢咧，或者啲最亂龍嘅合作啊，同一啲各地政府係全球啊，我講緊唔係淨係講我哋加拿大啦，就係 NGO。好多時亦都係推動呢啲，譬如話有啲人會話Bill Gates Foundation。OK， 類似呢啲咧，咁唔使講，聽得明嘅就明㗎啦，唔明嗰啲咧，咁大家即係都可以即係探討下嘅呢啲。即係我覺得咧，之前以 Richmond 作為一個例子啦，如果你一個市政府或者省政府去做呢件事之後，再揾 NGO 去管理咧，唔係唔好。但係呢一樣嘢咧，係會導致到咧，我哋都有啲個案，有啲婆婆係咪啊，都同我哋講過話佢想 apply 或者想了解，但係因為佢仲要填嗰個 NGO 過 NGO 嗰關，因為由 NGO 嚟篩選㗎嘛。咁呢個就係變咗好大問題，咁變咗可能喂，同埋亦都睇翻我哋之前抄咗就係、喂，原來同樣嘅 NGO 就係同樣係 manage 好多其他嗰啲毒品注射屋啊，其他嗰啲嘢嘅。咁佢個體系喺入邊嘅時候，佢會交成績表話，喂，點解啲 vacancy rate 咁高啊？譬如係咪啊？係啊，起我抌咗咁多億落去，或者係抌咗咁多錢落去嘅，起晒出嚟之後冇人住嘅，原來發覺，哇！咁佢係咪要諗辦法？咁佢手上面嘅資料、人手亦都可能有限，係咪？你知呢邊嘅官僚㗎啦。係啊。人哋真係啲人塞入去咯，係啦，咁塞入去嗰啲咩人，唔係通常就係嗰啲人咯。咁而你亦都冇一份卡話證明到我呢個人嚟緊君子卡，咁啊冇噶嘛。佢嘅 income 可能佢有啲 benchmark 就係佢冇 income 嘅或者成嘅，咁符合晒佢咪做咯。咁即係呢樣嘢係我覺得好多咧 is off the book。不論 Richmond、Burnaby 第時度都好啦，即係呢樣嘢係我覺得係要非常着重，同埋我係好唔明白點解。BC Housing 咧，成日鍥而不捨喺 Richmond 搞唔到，又要周圍係要去做呢啲嘢，OK？跟住呢樣嘢已經係好明顯，已經話咗俾你聽係一個唔完全唔會 work 嘅，因為有一個我講埋少少嘢先，已經有聽眾打嚟啦。OK？有時我哋個信息對唔對等，同埋我哋睇嘅資料咧，一定要我麻煩各位即係市政府又好、省政府同埋聯邦政府嘅人咧，都要認認真真。抌少少 budget 去自己做自己嘅問卷調查 research， 因為點解咧？永遠有一啲少數嘅人，不論係右翼、極右都會過嗱，極右或者極左或者極 advocate 嗰啲咧，佢哋嘅聲音同埋個 exposure 會好大嘅。咁而當你見到佢個 exposure 好大嘅時候，你就覺得哦，呢樣嘢咧一定係有一部分民眾咧係好關注㗎啦。
但係到最尾結果係因為佢嗰個曝光率同埋嗰個對於呢個 media 嗰個發聲咧，係比佢本身相信呢件事或者呢啲理念嘅人嘅比例咧係高嘅。即係等於如果譬如話，我覺得我中意着藍色褲嘅，譬如咁唔係好多人中意着藍色褲，但係我係好 active 嘅，咩論壇我都去，又成日好 active 佢出嚟嘅咧，咁會俾到人個錯覺，哇！原來好多中國人都中意着藍色褲喎。咁 which just so happen 我係中國人而我係中意着藍色褲咁解啫嘛。同樣呢啲嘢都係，我唔係話我哋唔應該去幫一啲貧困嘅人，或者我哋而家生活好好。我好贊成嘅，但係有啲嘢係要有制度有管理。係。咁而個 data 你都知道啦，大家而家啲 data 第一變得咁快，同埋之前我都同個 data analysis 傾過偈咧，有一個教授咧，佢都話而家同以前唔同，以前打電話拍門去揾到人嘅，而家我哋一見到電話唔聽嘅，聽電話肯聽一啲唔知名嘅匿名嘅電話嘅嗰啲人，變咗亦都係另一班。咁所以你去或者有啲問卷調查係上網，你直情一填咧就已經可以嘅啦。咁嗰個可信性同埋嗰個 legitimacy 咧就差咗。所以點解你見選舉啊嗱？係啊。點解哇？以前唔會嘅嗰個 margin，我哋選舉嗰個分佈啊，譬如話幾多個 percent 幾個 percent，到結果出嚟點解差咁遠嘅？就係因為你攞 data 嗰個渠道而家已經變咗，係咪？以前屋企電話響，喂，係咪啊？會聽下我冇嘢做嘅，可能阿媽煮緊飯嘅，我講下啦，同你噏兩句都冇所謂，係咪啊？而家唔係，而家我哋好緊張，有啲不匿名嘅電話唔聽，block 咗佢。基本上你唔係熟悉嘅電話唔好聽。喺聽眾之前咧個電話，我都想補充少少資料啦。第一，佢今次呢個地段咧係呢個152街同埋19 Avenue 嘅交界位啦。其實佢基本上爭半個十字路口位就係威窩，但係威窩竟然冇四，佢哋唔可，因為有條街啊嘛。係有條界啊嘛，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好過分嘅。第二呢樣嘢嗱，我睇過 BC Housing 同埋 Surrey City Hall 嘅網站入邊，我連一份似樣嘅成個 project 嘅地圖我都揾唔到，即係有具體嘅 location。我覺得即係有啲過分啊！我同有啲朋友有討論咧，衰過香港啊，大佬，係咪先？你做假你都做過假諮詢，有啲基本 information，你乜鬼都冇，你做咩諮詢啫？我從來都冇講過話呢度好過香港過，香港係一個唔錯嘅地方嚟㗎。咁好，歡迎大家隨時打電話嚟604-271-1470，604-271-1470。我哋有阿 Wallace 打電話嚟嘅，Wallace 你好，Wallace 你好，聽唔聽到？你好，Wallace 你好，係請講。我係今次South Surrey 咧南素里呢一個項目反對同埋抗議嘅發起人嘅。咁我哋上個禮拜咧已經係你好。咁我哋上個禮拜咧已經係舉行咗2次嘅抗議嘅。OK。咁已經係之前我哋抗議之前咧，就基本上都約唔到啲議員傾啊，我哋簽咗名啊都冇乜人理啊！即係我哋嗰陣時已經有6000幾人簽名㗎啦，係啊，反對都好。咁你哋頭先我一路聽咧，我哋頭先咧係已經係你哋講到好多嘅問題嘅症結喺度啦。咁而家嘅政府咧尤其是係省政府咧，佢哋係用一啲好靚嘅名啊，同埋成日換名啊，即係換湯唔換藥，即係其實咧。supportive housing 你哋頭先講個 supportive housing 咧，咁好聽嘅名咧，其實唔係俾低收入家庭嘅嗰個即係我哋香港嘅公屋嗰個公屋。其實個公屋咧係叫做 affordable housing。OK。supportive housing 咧，其實咧係響省政府嘅文件入邊咧，佢哋係講到 BC Housing 嘅文件入邊咧係俾啲咩咧係 homeless。咁但係入邊咧又有叫做即係冇居所嘅人啦，係咪啊？但係佢入邊咧又有一啲配套設施或者係嗰啲項目咧，服務項目咧叫做 harm reduction program。一聽呢個名知咩事啦？咩叫做 harm reduction program 咧？我而家都喺度揾緊，但係其實我係知嘅。即係其實咧係針對吸毒同成癮問題嗰啲人，點樣去幫助佢哋咧嘅痛苦？咁入邊咧，究竟係點樣幫咧？係嘛？又冇乜點樣講嘅噃，都好難揾，即係我揾唔到一啲係好確切嘅。譬如講，會唔會係同佢打針啊，或者係俾佢食啲乜嘢啊？
啲咁樣嘅嘢咧，係叫做係減低佢嘅痛苦，毒癮發作嗰陣時嘅痛苦。Complex care housing 咧係咩咧？其實咧佢就有 Fraser Health 嘅參與同埋參與啦。咁係俾一啲咧 homeless， 其實咧大部分咧都係有毒癮嘅，加埋咧係有第二啲疾病，尤其是係精神都不能治，即係有問題嘅。咁所以佢哋係起啲好靚嘅名咧，其實咧好多專業嘅政治人物，佢哋都搞唔清啊！我同佢哋接觸嘅過程之中咧，我發覺咧佢哋都搞唔清嘅。計唔計你講講你接觸係市議員啦、省議員定係邊個層次嘅？其實咧幾個省議員同埋市議員咧，我哋都有接觸嘅。咁同埋咧，我係好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呢一個政策咧係一個省嘅政策，只不過咧係叫啲市就去做。咁點解佢哋係可以係跳過嗰個公聽會，即係 public hearing 咧？其實咧係關乎於省政府前幾年通過嘅 Bill 44條法案45、46、47入邊加埋咧，其實某一啲類別嘅嘢咧嘅項目咧係可以係唔需要經過公聽會嘅。所以佢哋省政府為咗推呢樣嘢咧，佢連嗰個法律都去改埋嘅。咁所以我哋咧，如果係要去響法律層面去挑戰佢嘅説話咧，嗰個功夫咧係好大好大嘅。但係呢啲咁嘅項目咧，由於係唔好意思啊，我哋咧都有啲聽眾打嚟，不如你介唔介意 hold 一 hold，或者你 hold 一 hold 先，咁跟住咧，我哋同聽眾傾完之後咧，我哋再同你探討一下有啲細節，好啊 Wallace 唔該你 ，thank you，好。我哋有阿羅先生，羅先生你好，係你好，你好。你好，咁啱啱係聽咗之前你主持人同埋嘉賓嘅一啲信息啦，覺得即係了解咗好多嘢，同埋即係都好多謝電台即係關注呢件事。咁我自己就其實就之前都住喺嗰附近，而家雖然喺 Richmond， 但係因為其實舊年咧我哋係一齊組織同埋參與過 Richmond 嘅類似嘅項目大家一齊。你係住喺 Surrey 邊個 area 㗎？之前羅先生117幾116幾117幾，係都係 Central South Surrey 嗰度 area， 係就細名摸摸附近，所以即係一講嗰個位置就非常之，我哋都知道嗰度其實係真係好市中心。咁呢次咧即係舊年咁Richmond 嘅我哋嘅集會抗爭真係最尾成功阻止咗。聽講係 Abbotsford 都有同樣嘅案例。咁啱啱前面應該係 Wallace 係咪？即係佢其實有講。咁我哋而家有幾個大嘅 concern， 一個咧就係呢個程序非常之唔透明佢哋唔需要公聽會就可以做出一個咁嘅決策。另外啱啱好似主持人都講到，咁即係其實呢個後邊嘅NGO 有冇利益喺入邊，我哋都唔知。但係呢啲其實我哋唔 care。但係我哋最 care 嘅係把呢個咁樣嘅 CCH 用咗，無論佢點樣改頭換面，就係用咩詞造嚟粉飾佢，其實就係對於我哋一般華人嘅理解，就係毒品屋，就係喺入邊可以合法吸食毒品。呢個對社區嘅安全係極大嘅一個危害，同埋對於同佢哋一齊住嘅affordable housing 嘅老弱病殘，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唔安全嘅。同埋最大嘅憂慮就係，如果呢件事成功開咗個頭，呢個地方將一定會成為第二個 Hastings，即係會成為癮君子嘅集堆地。咁佢可唔可以合法嘅買賣咧？佢可以合法嘅吸食啦，咁一定成為佢哋嘅天堂。咁第日即係咁佢得40間或者講20間都好啦。咁隔離啲公園屋村周圍或者講對面有圖書館有乜嘢，啲人咪喺度搭晒帳篷。尤其 North Surrey 嗰個治安，大家都好擔心會蔓延到 South Surrey 嗰個情況。係啦，咁甚至其他城市嘅都會嚟，甚至其他嘅可能省份，即係天堂嗰度，大家去啦。
即係其實大家 OK 好，我哋而家去新聞廣告先啊，唔該。好嘅，多謝。有啲亂。由連續35年總銷量冠軍嘅海馬松玉贊助播出。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而家由廖日康報道新聞。溫哥華警方正就8歲女童墜樓身亡案件進行調查，呼籲市民提供線索。警方表示，剛才這一段不知道有沒有錄到，剛才是打進去，然後是聊了一段。時間有點短，可能不一定表達得特別的清楚，但是也是通過這樣子的渠道發出我們的聲音吧。對，然後剛才是，然後因為剛好是到了要廣告和播新聞的時間，不知道後面還有沒有啊？Anyway，我也是借助這個途徑來呼籲大家一起去參加14號有一個抗議活動，最主要是在17號，我們要去蘇黎世政府的門口廣場，我們有一個千人的集會，大家一起去發出我們的聲音。聽說那天就是這個 case 的一個叫一讀二讀審，就是這個法案的一讀，所以大家一起去示威然後盡全力可以阻止這個項目的成立。聽日都係有雨，最高氣溫12度，最低氣溫6度，留意機會係1%。新聞已經完了，現在天氣預報，應該之後還可以繼續接聽電話，大家如果看到的話，還是可以繼續打進去。60是不記得這個電話。60是2711470。地線交通。專題熱線呢，直播室有我馮子豪，咁喺我旁邊呢有 Cyrus 嘅 Cyrus 你好啊。係大家好。係啊，咁我哋都 recap 翻俾啲聽眾聽啦。今日我哋個 topic 咧就係講咧關於呢一個 Surrey 啊，而家咧佢哋有個 city 同埋呢個我哋省嗰邊咧 BC Housing 咧就 propose 一個方案咧，就係會係位於呢個咧 Semiahmoo Town Centre，OK， 嗰個難讀啲，可能讀錯，唔好意思。就係位於咧1523819 Avenue 咧，同埋1880152街交界嗰度咧，就會有一個affordable rental 同埋 supportive studio unit 啊，叫做咁佢係兩樣嘢都加咗落去嘅，就會係有一啲複雜照護住宅 ，OK，sort of， 即係類似係一啲係分類啊，唔係一個單一嘅項目嚟嘅咁樣。咁而頭先我哋都講到咧，呢樣嘢同我哋之前即係講緊Abbotsford 啊或者 Richmond 啊嗰個類同係有少少類似嘅，就係第一永遠嗰個三部曲㗎啦，諮詢嗰方面唔夠透明 ，OK， 咁而第二管理嗰方面咧亦都唔係好清晰 ，OK， 基本上就係又係會交咗俾啲 third party 去管啦，尤其是especially 啲 NGO 啦，咁我哋都會覺得即係有啲質疑嘅就係呢一方面，因為連把關嗰方面都交埋俾佢哋嘅時候咧，咁呢樣嘢咧係絕對即係唔可以 let it slide，OK？咁而第三樣嘢咧就係我其實最想提出嘅一樣嘢就係咧，我唔係話即係政府做呢啲嘢唔啱，但係而家我發覺咧係咪可能因為當你喺 government 嗰度做咧，有時會離咗地咧，係嘛？即係我哋都唔可以話我哋好貼地嘅，但係 at least 我哋做專題熱線成日都好前線，同好多唔同嘅聽眾啊，各方面嘅傾啊，我哋都會喺正常嘅生活啊。就係好多時佢哋喺個 office 嗰度，或者佢哋喺個 bubble 嗰度，我發覺就係有啲數據喺個信息幻變嘅社會入邊咧，佢哋喺佢哋自己個 bubble 入邊就會覺得係呢樣嘢係啱。which 點解我會咁講咧？Cyrus， 我唔係幫我哋各級政府嘅人説話，而係當如果有一個 policy 出嚟啊，你會睇到好明顯佢係 going against the current 或者自己嘅咧，有跡可尋嘅。但係我唔得唔承認咧，有好多 support 呢啲 policies 嘅，不論各級政府嘅人員都好啦，係 deep inside 佢哋係真係認為唔係佢哋自己 believe 係我中意呢件事，而係佢好 deeply believe 係好多人會 support 呢件事，然之後去做。但係往往就係呢個就係嗰個
信息唔差。其實係嘅，等於即係早個零兩個月前就講喺 Richmond 上一次 CPH 個選址入邊話再起，今次係即係 affordable housing 啦，即係 low income 啦。即係我都同 City Hall 嗰班人傾過，我話你哋做完堆嘢出嚟，覺得你自己俾到好多 information， 即係我直情好坦白講，我話其實大部分都係 BS 嚟喎，你一大堆話咩房屋供應嘅需求啊、樓價市場，我話住 Richmond 都知咩問題啦，啲人係要咩咧？知道你成個 project 嘅詳細，你點樣招標個招標時間表，你有咩 requirement， 你會點樣監管？跟住你一問啲核心問題就話我哋遲啲會傾。咁我心諗你而家唔好拎出嚟啦。即係我覺得嗰樣嘢就話，咁我哋而家同你傾下，咪知道你有咩需求啦。我心諗唔好玩啦，大哥，你拎出嚟啲人咪嘈啊，你乜嘢都冇。跟住你嗰陣就話大家又唔理解咗，跟住成日就出啲新聞稿話大家俾人 misleading 咗，好討厭啊呢樣嘢。因為其實我好 sad， 點解我咁 sad 嘅一樣嘢就係咧，其實我係覺得而家 Vancouver 或者 BC 住屋嘅問題已經好嚴重㗎啦。其實係需要啊，你知唔知啊？最慘咪係好需要政府，就算市政府或者係 BC 省政府或者聯邦政府去 support housing。不過次出嚟嘅 policies 咧都係 derail 咗嘅，全部係 off 咗之餘，仲要係我後邊之前講嗰幾樣嘢，嗰個透明度啦，各樣嘢個管理啊，各樣嘢咧係好 off 嘅。咁變咗一方面我又好想佢有呢啲 project 喎。但另一方面，次一出親咧，我一睇完之後 ，Oh my goodness！ 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唔可以唔攞呢啲嘢、啲 information 出嚟講，因為呢樣嘢係一個 information， 我哋作為即係譬如話專題熱線俾大家聽眾去討論咧，我哋都要將啲 information 係分析咗出嚟俾大家去睇。我哋作為傳媒，其實就應該履行個第四權，就係監察政府嘅。但係而家就變咗即係好 unfortunate 啦，即係呢本來係一件好事咧，就出到嚟係好多呢啲咁嘅。即係處事嘅不當，我覺得不論而唔係局限於一個市啊嚇，即係 Richmond 有試過 Abbotsford 有試過，而家輪到 Surrey。咁好啦，我哋而家有一位聽眾咧，李小姐咧，佢係講普通話嘅，咁我哋都同佢傾下 ，OK？可能我盡量或者我同你試下翻譯啊，唔係叫佢講慢啲，因為慢少少係啦。喂，你好，你好，是不是李小姐啊？對，是的，是的。麻煩你如果講的話呢，可能稍微慢一點，因為我們可能要稍微翻譯一下去廣東話呢，給各位聽眾聽一下。是這樣的，OK，好的。是這樣的，我就是住在 Semiahmoo 社區的一個媽媽。OK，好。我們的社區是一個非常平靜的，小的一個社區。一共有4個車道，車道兩邊呢都是音像店、咖啡館、圖書館、補習班，然後就在這個地址，就是這個 location 的斜對面80米的地方，就是一所學校。這所學校的小孩子們每天11點半到12點半會手拉着手，然後就路過那個就是現在他們要蓋房子的那個地方，然後去操場玩。然後在這個方圓2公里以內，我們有8所學校，6629個孩子。然後我們有800個就是老年800個 unit 的老年公寓。然後我們有就是2個 playground， 然後還有一個 Semiahmoo 的圖書館。就說這是一個孩子和老人非常非常多的社區。好，李小姐，你稍微等一下。咁頭先李小姐講咧，就話咧佢自己本身係住喺個社區，咁咧嗰度係點嘅咧？大概係好寧靜啦。咁啲街道啊都係4條行車線，即係可能去2條，翻嚟2條啦。咁佢係主要都係比較家庭式嘅。咁 exactly 喺嗰個位置度咧，離佢80米啊，就已經有間學校。咁佢亦都話咧，因為嗰間學校我唔知啲咩原因咧，陣間問下咧，就係話佢哋每一日11點半到12點半 lunch time 嗰陣時咧，啲小朋友都會拖住手咁樣就經過嗰個選址嗰個位置咧，就去飛過馬路，因為有啲學校係會做交通管制㗎嘛。係啊，咁總共喺嗰個方圓幾公里嗰度咧，係有6229個小朋友啦，亦都有800個單位咧，已經係 for 主要係啲老年嘅人士嘅單位咁嘅，咁亦都有2個 playground。咁所以大家可以 picture 到啊，其實嗰個 area 係一個乜嘢嘅社區？我聽好多老華僑講咧，其實嗰一帶係退休聖地嚟。係啊。李小姐請繼續啊！我剛剛就是跟我們的粵語的聽眾稍微翻譯一下，對。好的。我們的平靜的生活就是孩子下了學會去圖書館，會去操場玩，老人在街上就是遛狗，
可是突然有一天哈，我们就发现就是怎么就来了这么一个项目。刚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说这是一个好事情，这就是一个 affordable housing，然后帮助我们社区里面有需要的人。然后我们社区的人都非常的 kind， 因为我们真的很不想看到无家可归的人在冰天雪地里边流浪，对吧？然后他们很不幸，我们同情他们。可是后来我们就发现不是这样的，在这个项目里面，260个住宿单位，60个单位是给重度精神病以及重度毒瘾患者。对，这一下就把我们吓坏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精神病您随时打断我翻译啊。就是它是从稳定到失控，从安全到危险，对吧？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而且有这样的例子呀，我们有老人、孩子，对吧？男孩、女孩都曾经被这其中一些人攻击过，甚至丢了性命。就在我们 Surrey 的，就是这个公交车上有一个10几岁的高中白人男孩，对，就是对吧？你们都知道，然后就这样丢了性命。那个案件是蛮大的，蛮震撼。对，之前我们好像没讲过，但是这个回响也蛮大的，对。是的。对。这样的话，那我们失掉我们的生命，尤其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不是也一样的心碎，也一样的恐惧啊？对吧？但是，而且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判断谁是精神稳定的，谁是不稳定的。就是作为一个家长，我们可以去赌吗？我敢冒这个险吗？我不敢啊，对吧？我怎么知道他们当中不会有人伤害，甚至就杀害我的孩子？好明白的，李小姐。謝謝你，李小姐啊，非常感謝。咁頭先李小姐咧touch up 最尾咧，佢都話咧，即係尤其是咧，佢唔係話對佢哋嗰啲人有歧視，佢話但係入邊你有呢啲咁嘅program 嘅時候咧，你亦都冇睇到本身喺嗰度住嘅居民嘅 concern 啦，譬如話尤其是有精神問題嘅，咁你唔知道佢哋係咩狀況。嗰個程度去到邊，咁亦都有案例咧，就係 Surrey 都曾經有幾單襲擊案啦，就係類似啲咁嘅。上巴士就拮人頸，咁有一個好彩就我記得係推走咗，另外一個就真係好唔好彩，就係即係都受得幾重傷。咁但係頭先李小姐講嘅樣嘢，我覺得唔係歧視，係你唔知道呢啲重度嘅精神病患者會唔會突然間會有惡化嘅跡象。咁其實佢哋嘅擔心係好合理嘅喎。因為其實坦白講，即係我嘅理解就South Surrey嗰個治安係冇 Surrey 嘅市中心咁，即係個情況咁惡劣啦，冇咁多嗰啲幫派仇殺啊、毒品啊。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佢哋如果佢喺一個咁清靜嘅地方，同埋佢哋嗰個老年人啊嗰個比例好高嘅。係啊，其實我係人都會擔心。冇錯。咁好，我哋有歐陽先生嘅。歐陽先生你好啊，歐陽生你好。係你好，大家主持啊，嘉賓。同埋各聽眾，我聽到咁多個問題咧，我想問下你，總括嘅問題係咩咧？總括嘅問題個原因係點解咧？係我哋選民嘅錯，你哋選錯人。我呢個最大嘅問題係佢哋管理不善。你選阿尹大衛出嚟，佢係咩人啊？佢唔係管理人才啊！我由細到大係做管理出身嘅 ，OK？ 你係做盛行㗎，歐陽先生。我係做加拿大生產嘢嘅，我係由86年開始生產到而家，我哋公司仲係生產嘢嘅 ，OK？而且我哋打緊一場好大嘅官司，打到上聯邦法庭嘅 ，OK？所以我經驗管理係好有經驗嘅。OK？因為你尹大衛呢個工作係全省最重要嘅管理人才，但係你揾咗尹大衛嚟做。佢自己承認錯咗啦，係咪啊？但係佢個專長係乜嘢咧？尹大衛，佢係律師嚟嘅，佢專長。給大家翻譯一下，這個觀眾打進來說他有管理經驗啊，他的最大的說法是說現在的省長尹大衛不是一個好的管理人才。這個因為前面的翻譯他什麼尹律師那個是不對，他是說的是尹大衛啊，現在的省長。我哋永遠證明得到咧係合嘅利益輸送。我哋永遠都可以證明得到合法的利益輸送，對，這個講的是這個 NGO 組織，因為這個房子是給到這些某幾個來做，這裡面是不是有利益輸送，然後他們怎麼樣保障這個這個安全，這個非常不透明。
問題咪有啲由聯邦至省至到市嘅 NDP 係嘛？佢啲都係贊成公獨派獨咁啊係嘛？所以佢用咗好多個醫療經費，每日害死好多個人，但係咧啱先至嗰個唔知邊度係咪？連個急症室都要閂埋嘅。佢哋根本完全係管理不善。嗱，翻嚟今日嘅議題，佢哋而家呢啲咁嘅 O 咧，你哋反對佢放啲唔啱嘅人，即係嗰啲咁嘅，即係我哋唔中意嗰啲人啦，係咪？但係我屋企隔離啊，半個 block 就屋企，佢都有一個咁嘅嗰啲 supporting housing。係啊，佢係唔會，你哋唔使諗啦。佢哋係唔會歧視嗰呢班人嘅。佢唔止佢唔歧視啊，佢係專登要留翻一啲位咧，俾一啲犯過罪嘅人，俾啲吸毒個人。呢樣嘢我哋係無可厚非嘅。但係只不過係政府管理，我哋個態度係個方向咧，呢條應該係政府管理不善。但係你知唔知 BC Housing？ 你去過 BC Housing 未啊？請問？聽唔清楚，你話去過Outing邊度Outing啊 ？BC Housing 啊 ！BC Housing 嗰啲屋你去過未啊？有去過，有。你屋企夠唔夠佢靚啊？Sorry， 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尤其大家香港人有明啊，有去過睇公屋，好少見過啲公屋咁豪華。多謝你啊，歐陽先生，多謝你嘅意見。他這個地方開了個玩笑，是說 BC Housing， 你們知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過啊？他們的房子比我們漂亮得多。真係有，我哋啲公帑即係浪費到係港式的幽默啊。要去解決嘅，我哋。何先生你好。係兩位主持人你好。你好啊，你好。凡事咧好多嘢咧都有個定律嘅，每一樣嘢咧，譬如一個學校咁，有校長、有副校長，有啲員工，當然有學生啦，有主任啦，有教師啦，係咪？點解我哋即係俾你哋引導啊？我覺得係咁多年都係俾人引導到，你淨係提嗰啲吸毒者啊，或者一啲最極其量叫佢去戒毒，嗰啲毒梟啊。毒品嘅來源啊，其他咩嘢一概都真係少之極少咁提到呢樣嘢咯，係咪？所以嚟講咧，點解一到 NDP 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啲嘢走出嚟？如果去咗試下轉第二個黨嘅時候，會唔會有即係有啲唔同嘅表現出嚟呢樣嘢？即係我想反映大家，即係唔好忘記咗每一件事由始至終都有每一個崗位嘅，但係佢就刻意嗰啲崗位佢唔講。簡直掉埋一邊，就一味就提呢幾樣嘢，提完又提，提。喂，點解我哋唔可以發聲話問翻佢轉頭，其他嗰啲崗位去邊度咧？好，明白你 ，thank you 你，多謝你何生 ，thank you。係啊，咁我咧都覺得即係有一個冇咁好處就係咧，我哋個 system 嘅問題喺 Surrey 其實慘嘅，因為不論係市好或者係聯邦即係 MP 啊或者 MLA 都好啦，我哋講緊嘅票要集中。就算你總這個前面這個字幕翻譯的 Surrey 不對啊，是蘇里啊 ，SURREY，是指的這個蘇里地區啊。都係啦，表成問題似係咁啊。咁我哋有阿 Wallace 都仲喺我哋條線度嘅，不如我哋同阿 Wallace 傾兩句啦。好啊，Wallace 你仲喺咩度啊？你好，係喺度。你好，係啊，唔好意思啊，頭先因為我哋不嬲都排住好一開咧，頭先好多電話，所以都想希望俾今日都好熱，即係有啲住戶啊，或者有啲聽眾啊，咁樣發表下意見先啦，係啊。係啊，其實而家呢一個項目咧，我哋呢度南素里呢個項目咧，其實係反映出一個更加大嘅問題，就係 BC Housing 同埋省政府咧，佢想咧捆綁嗰個 affordable housing 低收入家庭嗰個住所，同嗰個所謂嘅俗稱嘅毒品屋 supportive housing 同埋嗰個complex care housing 嚟一齊，其實係綁架呢班咁樣嘅窮人，同埋咧佢不單止唔可以解決毒品同埋流浪漢嘅問題，反而咧係將嗰個毒品同埋毒品嘅問題咧係好似癌症咁樣咧，係通過呢啲咁樣嘅項目咧係擴散到去社區任何一個地方，佢間接咁樣咧係鼓勵咗呢個毒品嘅問題嘅繼續嘅泛濫。我就已經係呢幾日咧，我已經係去咗好多個 supportive housing 同埋 complex
care housing 嘅嗰啲地方啊，我發覺咧就係咧附近嗰啲居民咧係非常之憤怒嘅。呢樣嘢咧媒體同埋嗰個政府 BC Housing 咧個報告入邊咧係從來都唔會去提及嘅。佢哋甚至係離譜到咧啲居民咧淨係話係啊，我哋呢度咧就有好多流浪漢同埋吸毒嘅問題啊！我哋都唔知點解以前冇嘅，而家係有嘅。原來係咩咧？因為呢啲咁嘅項目咧，佢哋跳過咗嗰個公聽會 public hearing， 所以咧政府咧呢啲咁樣嘅項目咧係安插咗每一個社區嗰度咧，呢啲附近居民係唔知道佢哋自己係受害者，原來係嚟自呢啲咁樣嘅項目。哇！我好坦白講，呢度係咪加拿大啊？呢度係唔係民主自由嘅國家？呢度仲有冇 ICAC 啊？冇啊，好似真係冇 ICAC 喎。Wallace， 我想問你一樣嘢咧，你哋喺嗰個過程發現即係有呢個 Surrey 呢個項目嘅時候咧，你有冇覺得政府喺資訊提供或者諮詢上邊咧，你覺得有冇咩問題不足或者佢做咗啲咩嘢咧？我咧係10日前兩個禮拜前咧，我先係知道有呢啲咁樣嘅嘢啫。咁我後尾揾翻轉頭咧，原來咧佢哋咧淨係有一個介紹會，而個介紹會咧係冇得提問，淨係可以咧又有得提問，但係咧就係要寫紙仔嘅。即係寫紙仔提問，咁咧嗰啲敏感問題咧，佢係過濾晒嘅。Wallace， 你咪住喺附近，但係佢有冇通知你之前有介紹會呢樣嘢咧？佢話咧係通知咗1600幾戶我係住喺嗰個附近，但係咧我係肯定係已經係我係超出咗佢通知嗰個範圍。佢話通知咗1400幾戶定1600幾戶，而我今次因為搞呢個反對運動咧，我係訪問咗好多嗰啲附近嘅居民咧，有啲係收到，有啲係根本係收唔到。同埋咧，個1600幾戶當同埋咧係嗰個介紹入邊咧，其實咧佢哋用咗好美麗嘅名稱，根本咧你睇完之後咧，你唔覺得係有啲乜嘢嘅喎？係 Wallace， 最後有少少時間啦，你哋嚟緊有咩下一步咧？呢樣嘢咧，我係希望咧。所有係覺得呢啲咁樣嘅政策係需要停止嘅人咧，就我哋下個禮拜一就係11月17號，我哋4點鐘會喺素里市政府大樓嗰度咧舉行嗰個，希望係有1000個人嘅示威嘅，即係唯有係咁樣咧，先至可以係令到希望係 BC 大家關注係啦，唔好意思，Wallace， 我哋時間差唔多。係啦，我哋咁我哋最尾咧多謝你 Wallace 俾咁多資訊我哋可能會有時間再 finalize 咁張生仲有30秒，我都想聽埋張生嘅電話，最尾嘅電話，張生等我好耐。張生你好，張生你好，你好。冇啊，我嘅意見咧其實係好簡單。其實市政府議員佢哋 planner 嗰啲咧。佢哋咁中意做 study， 點解佢哋唔親身落區自己去嗰啲地區度睇啊？即係我自己就揸車揾食，就每個區都去嘅。咁其實係好清楚睇到由冇到有嗰個分別嘅。咁我哋啲咁平民都識做啦，咁點解佢哋係唔可以自己落區去睇？又或者好簡單，大愛嘅話，點解一定要起喺人哋個區，唔喺自己個區咧？起喺佢屋企得唔得咧？喺佢自己隔離得唔得咧？好多謝你張生。OK 這個應該訪談快結束了最後的幾十秒接了一個張先生的電話，他是說政府做這個決定是不是拍腦袋的，還是故意的？這個或者說我們普通市民都知道要去做現場做調查。這個地方不合適，為什麼你們政府做這個決策可以這樣做？我能不能把這個地方選到你自己家的這個社區呢？
把这些放到你家行不行呢？啊，说的非常好。好的，那我们就今天先录到这儿，我马上去把它发到视频。大家如果也可以去转发一下，让大家没有听的人可以重新听一下。然后最主要是说，大家我们11月14号在 City Hall 有一个集会，然后最主要是11月17号在树里的市政府门口、图书馆门口有一个大的广场，我们要有一个1000人的集会，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去，一定要团结起来，发出我们的声音。好的，谢谢大家。